篇，按照特區政府整體嘅施政理念，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去打擊罪案、民防應急同埋口岸通關等方面，全面加強與內地同埋香港嘅合作，共同維護百姓嘅福祉同埋灣區平安。正加強與粵港警方嘅合作，強化安保措施，聯合制定合作機制同埋應對突發事件嘅處置預案，確保第15屆全國運動會喺三地安全順利舉行。正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警務部門加強溝通，建立更有效、更有針對性、更具效率嘅區域警務合作機制，協助內地警方處理澳門居民去當地生活、工作、學習同埋創業可能面臨嘅安全問題。治安警察局同埋保安部隊事務局與內地相關部門年內將喺橫琴口岸旅檢大廳啟動建設46條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同埋6條人工通道。新建嘅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將推出實鏈通關措施，同時年內升級橫琴口岸原有自助通道，亦都具備同一功能，增加無感通關體驗，進一步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持續優化虹膜通關措施，2025年研究將虹膜通關擴展至非本地居民，持續研究擴展自助通關通道適用人群，讓更多外籍旅客享受便捷高效嘅通關體驗，便利人員去粵港澳大灣區流動。